剪頭那麼，哇，規陣你看起來人人哩哩呢。係啊，我早去剃頭店剪頭那麼，係唔係剪到長短？真經長短呢。你頭髮唔係新中醫留卡長意思咧，你做乜嘅頭那麼剪暗短？哎呀，就按舊天時按年，我係球毛誒，一出汗啊，規隻頭那麼毛濃濃。那個整理唔好，會像時嚟用呢？錯啊，我真經拄唔掉，故說規下剪較短，涼爽又好整理。哇，才是人家就認唔出你咧，規隻人吼變得動有精神哦。結果我沒看到我，就問你做乜嘅一下剪暗短，係唔係失戀？哈，失戀就剪頭那麼像風筒咧。錯啊，斯坦人對頭那麼真經動有意見呢。愛剪短就講看起來像魯莽，明明說來剪短唔係當真爽。愛啲，牙爸咩強用哦。大擺就講愛啊，佢細妹人啊，愛留長頭那麼真好看，那係留較短嘅頭那麼就冇好看，就冇愛啊，做乜嘅哦？無留長頭那麼留較長一些咧呢？從頭就有人講，細拉嘅愛剪短嘅頭那麼，細妹嘅愛留長嘅頭那麼，馬上那些電刀過來，就會本人講奇怪呢。冇錯，你細妹人啊，那係留短嘅頭那麼，就會本人講挺像細拉嘅，那係細拉啊，留較長嘅頭那麼。又會本人講冇正經。係啊，我頭擺留長嘅頭那麼嘅時節，被本人講，你係唔係想做藝術家？上司單槍就會難死去剪聽聽。我有個朋友啊，佢頭那麼留到肩頭幾片啊，我就知道因為講佢應該係搞音樂，也係學藝術嘅。錯啊。大家都留頭那麼嘅長短，還有難你也想到鄉下。不過我知道啊，也頭那麼留細拉嘅，留細妹嘅，根本就冇關係嘛。係啊，細拉嘅想留長嘅頭那麼，細妹嘅想剪短嘅頭那麼，有乜該做唔得？一個頭那麼強烈的代表身體留心情聽聽。根本就做唔得代表佢係用版嘅人啊！錯啊！不過人頭那麼嘅樣式看起來當好看呢，人人哩哩，重點係你自家中意嘅。冇唔錯。不過啊，我感覺啲細拉嘅都較中意細妹留長嘅頭那麼，因為啊，細拉嘅感覺細妹留長嘅頭那麼較溫柔。真像真經係按樣呢。因為當到細妹嘅，咪中意細拉嘅剪短嘅頭那麼，因為按樣嘅細拉嘅看起來較雄頭。